对啦，哎呀，来先卡入来啦。哦，真浪李大哥，你卡电话入来。哎喂，凯宾，哎来，大哥你好。我是真浪底。我知道。哎，来，我现在请问你，来，我一条线。好，无啦，你互我问一个问题，我会用甲你问一个问题无？你先听我讲话，敢会使？会使无？我先好，你先说。好，我一条线，我今天一条线，好，很赚，一条最多赚10块啦。来，我假如今天卖100条，我赚多少？我的意思是，哎，你说。你刚刚鹦鹉说，是不是要有开销，要有房租，要有小巴？是，对，没有错吧？对对不对？这是你们的管销嘛？对，人事管销。对不对？我举个例，超商一瓶红茶卖10块钱，哎要不要管销？他也要管销嘛？要啊。对不对？哎呀。对不对？好，那啊，你敢要去甲统一超商讲你有赚钱，你爱下架？没有赚钱，超商有没有赚钱？有啊。10块他有没有赚？有嘛？对，那你定价这个东西有没有赚钱？也有。来，你的重点来了哦。来，我听得懂你的重点了哦。来，我先跟你讲哦。那统一超商光是卖这一支麦香红茶赚钱吗？不是他，你听我告诉不是说台湾有多少人，大陆有多少人，几亿人来喝这个东西。我的例子只是这么简单，都有赚钱，不要在直播说都没赚。问题我们这一标，来，你讲你这标你听袂落嘛？赔本生意嘛，超商也不会做赔本生意，没有人要做赔本生意。哦，所以阮兜附近的7收起来，就是因兜的代志啊嘛。所以伊就是赚足侪钱才收起来嘛，是这样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那为什么全省的来？我问你，真浪底大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好啊。你敢保证全台湾的统一超商、全家、7、莱尔富拢会赚钱吗？你敢有保证？你安尼甲我讲，没有，人事管销先，咱人事管销先卖讲，你先听我讲好不好？他定价10块钱，对，定价10块，定价399、399、49.8，有赚钱。来有赚钱嘛吼？你来，我问你啦，你有法保证全台湾，因为伊卖一罐麦香嘛，啊，你敢有法保证全部统一超商都会赚钱？你有法度无？你有法保证无？人事管销拢拍过哦。来，那这个概念我跟你讲哦，很简单，超商的东西很多，你们的东西很多，你们就像开店在卖东西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像开店在卖东西一样的道理。你们也是在卖东西嘛？嘿，对。是一个商店嘛？对。卖沙丁。嘿，对。对。嘿，对。对。啊，我问你，同款的概念嘛。很多人喜欢，我这样讲，有的东西很多人喜欢，好，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听我讲话？你可以听我讲话吗？咱一个豆豆讲好不？咱一件讲好不？一件，莫讲争啊！你对我对。嘿，我无要甲你争。讲我山顶的人听我嘛。我无要甲你争。咪，嘿对，来等下，你听我讲会使无？我会使无？会听我讲无？我讲一句啊，你就知阮咧讲啥。你敢有法听我讲？就1分钟，互阮讲啦。好，阮讲1分钟会使无？会使无？好，来一条充电线，不管赚多少，你说有赚钱？意思讲，来，你感觉有赚钱嘛？对吧？吼，但是咱的人事开销拍袂过的时阵，安尼是赚钱吗？我连人事开销拍袂过的时阵，了钱的时候我拢袂当挨吗？袂当伫直播台挨吗？袂使吗？可以吗？我会使挨吧。我再听，继续，我再听下去。对，然后第二个点，你若安尼讲来讲，全部的直播台既然遮好赚，为什么有的直播台会倒掉？来，全部的统一超商每一项商品拢一定有赚钱嘛？那有的统一超商为什么会倒闭？你有考虑过有效期限这4个字吗？你有考虑过我今天进了这项商品，你说会赚钱，薄利多销，可是我放了2个月后，它已经过季了，我这东西卖不出去了。你有考虑这些囤货的成本了吗？你算进去这些营业成本了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你只说哦，一个东西成本10块，卖15块，你们直播台赚。不要说没赚，你的店伫遮。你的店伫遮有赚，有赚，你就讲有赚。但是我
我若今日过季啊，我若5块卖掉的时阵，我了钱的时阵，我袂当挨吗？然后我搁讲一个重点，我搁甲恁报告一个月，我搁报告，搁报告，我袂当挨吗？搁报告呢。充电线无人咧做报告的呢，大哥。嘿，大哥，安尼来你讲，我安尼做，来直播台安尼，甲你安尼1对1安尼，我就问你者，我倒一个点毋对？你自己讲，大哥，你真正凭良心甲你讲，无，咱凭良心讲嘛，好，我讲了啊，我毋是讲我爱正甲对，但是有的东西我们囤货下去，你有考虑过它会过季吗？有可能嘛？来，很多女生在做冬季的衣服是，来，现在要换春装了，有人要买她的冬季衣服无吗？可能啊。伊是毋是爱出清？出清出清是毋是有可能一进200？来，蓝拍地100嘛咧卖你呢？卖，来，大哥，这你要安怎讲？做生意不会跑赢的呢，没有什么叫做完全都赢的呢。啊，我没有要跟你说哦，我今天跟你据理力争，安尼讲像对像唔对。无这个物件。你讲的点，我懂。我嘛知，有的东西可能你都觉得我们都一定会赚，那我东西在送的时候，我拿东西在结缘在送的时候，那是赚吗？那是赚嘛。哎，大哥，我偷偷嘛送一只平板出去，真抽真收。哎啊，平板送出去，迄是赚的吗？我今日赚足济，袂赚到钱，我就直接送出去啊！安尼赚足济吗？我不是说没有，大哥，我说的点就是这样。我的人事管销，第一个还有过季的商品。你来线上有很多人有开便利商店啦。你哎讲你讲。台哦很多，嗯投票的当然也很多。对，我们这些酸民是为什么会去酸？我相信你们很清楚啦。来，第一个被骗过，因为恁有可能有去用骗过，有去用骗过有可能。说要不要被这家店？是因为248太多。来你们来来，讲个实话啦哈。我知道。是少赚而已，不是说拢无赚。我跟你讲啦，来如果说你们今天每一档热爱小朋友1个月下来，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会天天亏钱嘛？我天天亏钱呢，你信吗？我已经连续礼拜。我已经了一礼拜啊，你要信吗？你要信吗？你要信吗？报表开互你看，无要紧。来，你要不要来现场？刚在线上，无，大哥，咱讲，线上很多人说，我可以拿去卖它，可以呀，我不叫顾宇来跟我买。来，免啦，免这麻烦啊，大哥，来，你莫遮激动，你听我讲一句话，我甲你讲一句话，啊，你莫遮激动，叨叨啊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我没有激动啊，我只是觉得。好，你既然说我这一个礼拜你不相信我亏钱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，镜头带过来，哦，镜头带过来，来那个钛金，来库存表，来，库存表，直接开出来。来库存表大哥，你今晚有在看直播无？你看直播，哦，来，你来看直播。你看哦，互你看，哦，拢卖转。都互你看库存表，哦，钛金一铺互出来，看有趁钱啊，无趁钱。无啦，拢免转，无卖摕一铺，今日卖全部钛金摕出来拢。总计出来，无啦，你咧创啦。哦，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啦。哦，你互我离掉啊，我死啊我。来，伫倒位？来900多。来977啊。钛金雕件啦。哦，成本多少？来，数量8啦。数量8，哦，成本3700块。汤羹啊，互恁看，无要紧啊互。恁看，这库存表。哦，来，成本3700，来管，来直播台，成本3700啦。真让李大哥，你看你唔相信我了钱嘛？无要紧，你传100万，咱后礼拜做伙来输赢。看卖啊，咱做伙来补货，看卖我是咪真正了？我做生意我袂好咱，来，卖8铺嘛，8铺拢甲我摸来。来8铺拢 OK。来，这波卖偌济？周博宇大哥1688，成本3700卖偌济？来卖1688，来这波，来他多少只卖嘛？来，周博宇大哥卖3888，来非常简单，来你讲，嘿，我一句话就可以了，嗯，好不好？嘿，你讲，
啊，我帮你卖哦，我帮你卖，要不要？你敢不敢？像我这摆安尼咧卖酷势，你敢无？你敢互我了无？我们一起带着钱，我摕100万，你嘛摕100万，咱做位回馈，你敢无？你敢无？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跟你约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就很简单。我明天找你，我明天找你，准备好100万， 10块钱，就这样。来，明天我们一人准备100万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敢无？我们约礼拜一好不好？礼拜一 OK 啊，做伙了钱哦。我像我即摆安尼咧卖方式哦，成本3700，卖1688。听我说嘛，我就针对你们今天的线嘛，还有行动电源嘛，你是卖49.8，保护1个月，对不对？嘿，对刚刚有人买了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我卖40块，保护2个月，这样可以吗？水好，大家有听到哈？你要保固2个月嘛？他要卖40块，你要卖40块，保固2个月嘛？那你带钱跟我一去批嘛，你敢不？好啊，好成本多少钱？你跟我讲 ，OK OK 水。你不用管成本嘛，你就卖40块嘛。好我卖40，好，你说的嘛，啊，我的人事管销你全部处理哦，OK 哦， ，OK，不 OK 吧？不，我的人事管销你全部处理，我 OK，我不要紧， 10块钱，我的人事管销你全额处理，OK 吧？对了嘛，你回馈还要管什么人事开销呢？你都要回馈了。后来要回馈，安尼讲传100万做为了，你来直播台跟我做为了，你敢无？ 100，礼拜一，你敢无？跟你讲的安尼，你讲的礼拜一嘛，我是不是出钱的？对不对好，啊，一人出100万哦，好，对啊，我们就是把这些线买回来，要买人就买，没有如果没有人买，就是你囤货哦，你囤哦，没有人买就是你囤哦，我说100万我亏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哎。你有没有摘条亏嘛？你有没有摘条亏？我有摘掉啊，我有摘掉啊啊无我这3700我咧卖1688，我是咧卖红干的哦。我们就卖，我们就回馈嘛。哎呀，回馈啊，买线，来你来100万嘛，来我俩100万啦，哦，100万嘛，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， 10条嘛。来除以偌济？除以讲一条要卖40块嘛， 40，好，来25000条，爱25000爱条，卖25000条，他多少卖几条？报出来，刚刚卖几条？头60几条，几条你帮我看者，刚刚全部总共卖几条？65站嘛，650条嘛，所以意思就是，咱他多要扯1000条，你爱搁囤24000条，你知无？啊，你讲你安尼要，买了我放着啊。哦，好，你说的哦，说的哦你要坑的啊，水水，水上的客户嘛。 ，OK 好，OK 谢谢大哥，啊，你要报告2个月嘛啊，来，我跟你说啦，因为你这么挺啦，不要说你一个人挺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一条要卖40嘛，你卖偌济条？你卖偌济条，我一条拢搁加互你10块啦。就是你今日若卖，不用。哦，你如果卖1000条啦，我一条贴你10块啦，无要紧嘛。既然都要回馈啊嘛。我换句话说好了啦。好换句话说。好，好不好？好换句话说。好，我说出100万。是买线，一条就10条，就是一条卖40，10条卖400嘛。好啊，那你不要胡乱哦，好，卖用好烂的哦，好，卖用好烂的哦，那礼拜一你也要出来啊。一定出来，一定出来，一定出来咱约一个时间。好，我卖甲你伫遐咧2486，不会我卖像天风安尼啦，你放心啦。嘿，啊，我们是在台北批货嘛，好不好？你把东西带回去。我在台北，你要跟我回来彰化一起卖啊，这样才能证明啊。啊，无人讲我胡凯斌搁做假的，你没？不要，你跟我回来啊，不然我在台北开直播啦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好，我在台北开直播啊，你一起入境啦，你一起入境啦。我入境了，我没问题啊。OK，好，啊，就礼拜一哦，来几点？电话来几点？来几点？啊，你爱传100万出来哦。你方便嘛？看你方便。好，你爱传100万哦。对啊。 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安尼我代表线顶1300人，甲你讲感谢啦。好，还是谢谢你们啦。就谢谢这个浪迪哥，他要囤了100万的货啦。哎呀，谢谢啦。OK 啦。好，就安尼啊啦，就定案啦，就是礼拜一来，啦。你私讯后台看什么时候约一约。好，直接约啦。就有我的手机号码，我还私讯什么后台呢？
这一支吗？你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在台北等你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没有这一支吗台北的哪里啊？台北哪里是？吗？我电话号码很好记的，不是台北哪里？台北。退啊！想要台北哪里比较熟，我都可以啊。你台北人呢？你台北人呢？东路口可以吗？什么？台北市哎，中山北路南京东路口有个玉山银行，我们就在玉山银行门口等。约在玉山银行门。嗯，无啊，你要去倒位批货，咱直接来遐开直播，你来遐等就好啊。为什么要约银行？我靠不是要看100万吗？ ，100万，100万又不是没看过，对不对？你钱带着，你跟我去批货就好了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所以是在南京东路中山北路口嘛，你就来就对了嘛。玉山银行这边见就好啦。哦，好，OK，不是好吗？，就很简单嘛，不用东扯西扯嘛，钱也会到位，东西也会让你带回去嘛。好，OK，伊意思就是讲，这100万要摕来交陪朋友的啦。所以就是要出100万，嘿，然后伊讲伊要创，你知吼？伊要保讲2个月啦。要保讲2个谢月。谢啦吼，感谢啦，好。好，好一句话嘛。嘿，OK，谢谢啦，安尼就礼拜一见啦，哈礼拜一见。那你几点你就提前打个电话跟我说就可以了。 ，OK，哦大哥，我唔是干啦，像你讲的嘛，我们不是只有你都认为我们只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直播台都一直说哦，线也亏啦，什么都亏，你听袂落嘛，对吧？对吧？你的点是安尼，你的点是不是安尼？是不是？来，你的点是不是这样？刚刚的点有，没有？你的点是不是这样啊？刚刚的点呢？其他的我们就不要。没有啊，还有沙金要一起亏啊，对不对？无啦，做回来了啊，你看我敢无啊？你穿偌济，我背对甲到啦，跟你配对。我背对甲到啦，你敢我就敢啦。沙金可以啊，沙金我更喜欢，不要线沙金我更喜欢了。好，你说的哦。你那种像沙金哦，我是懒得跟你吐槽了。好，OK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有没有黄金成分？来，没有关系啦。啊，你拍算要摕偌济钱出来沙金这个部分，咱讲重点就好啊。我先问你，你是什么沙金？你是什么牌子的沙金？沙金就是龙沙金嘛，这是一个工艺嘛，对不对？男的，你是拿？我跟你讲，你要跟我辩论沙金，你先去把书念一念。沙金什么叫做沙金？你是哪里的沙金？沙金有没有黄金成分？你有感觉伊跳针无？无，你有感觉伊跳针无哈？我咧甲你问讲，你沙金的部，你电线你要摕100万嘛？无，等下你听我讲嘛，无啦，你听我讲话会使无？好无？你有法度讲话无？你冷静者好不好？你敢会较认真的？你莫传100万尔，就敢若袂输讲即摆足厉害安尼。你冷静者好，来，你听我讲话者。你是什么样的沙金，我就准备什么样。来，我跟你说哦，来100万嘛吼，来那是电线的部分，啊沙金跟水晶洞的部分你要准备多少？哎，沙金、水晶洞，你沙金是什么沙金？来，不管什么沙金，你去进货，你去进，卖我进，拢互你做主。我进你的啊，我进你的。卖，哦卖啦，你既然讲阮的货足烂的吼，没关系，你去进，你的沙金哪里买的嘛，不就好了吗？来你去进 ，OK，就好了吗？哦 OK，那就是哦，我跟你说啦，我现在要问你一个点，你沙金跟水晶洞你要摕偌济来了？咱这几工有录啥？沙金、紫金洞有，啊个啥？来，搁这钛金啦，太金，钛金一铺成本3888块，我卖1688啦。来，你拍算偌济要来倒料 ？OK，我好，嘿，我一句话讲完很简单。嘿，你哪里买的，我就跟你一起买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太棒了，那你要跟我下中部哦。你哪里买的，我就跟你买嘛。好，跟你的地方买嘛。好，OK。什么样的沙金，我就准备什么样的沙金。 OK，水啊，礼拜一卖放讲啊，好，拜一卖放讲，我看明仔载就好啊啦。明天呐，你约好了，你只要好，明天啦，卖放讲，明仔载啦。你只要跟礼拜天晚上，或者是礼拜没有，明天啦。明天，我们礼拜一见啊。刚刚不是都讲好礼拜一？没有啊，我会惊讲你甲我放讲啊，对吧？明天可以的。都敢留了啦，我手机号码那么好记。我跟你讲啊，手机号码很好记啦，很好记啦。很多人标完之后，手机给恁被封锁啦。对不？我跟你讲，好，我们社团5、6千人，
啊，所以你觉得那个社团你很厉害？我没有很厉害，嘿，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，看不惯这些2486的直播主。看不惯2486的直播主，例如谁？你应该知道啊，你应该认识的更多啊。我认识的更多。新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好无啦啦，，所以好啦咱李哥甲你报告者，我老邱啦，你较冷静诶，拍一个就好了。你冷静者，你冷静者，我要甲你讲一个概念。你讲你拢是全部是有来你在记名购，我们可以见面讲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继续卖，我们可以见面讲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的东西我也会准备好。水啦，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安尼礼拜一就好啊，礼拜一安尼啦，礼拜一就好啊，嘿，爱拜一就对啊啦，嘿啊，我是感觉明仔载啦，明仔载礼拜大家拢较用啦，线顶大家拢讲明仔载明仔大家较紧，拢较用，你知无？线顶拢讲明仔载较紧。嘿啊，我冇想要看完让迪哥。对啊，我想要明仔载呢，有方便无？熟悉者拢无要紧，哎呀这拢无啥。因为我要甲你讲的就是，我们不是2486，你因为你个以偏概全问。因为你一直感觉讲阮咧卖物件。没有，你来，我现在来，我们把主题带回来，先不要再讲那些2486，你什么一大堆的，我先把主题带回来。你今天我在卖任何东西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有赚钱？然后我们在线上喊亏钱，对，啊，伊就是袂讲你你听这句。你是不是袂介意听这句？好，如果要明天，那就明天无啦，等下啦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这边咱回归主题啦，回归主题一下。来，咱这边咱回归主题者啦，咱回归者啦你再袂清楚者。你等下，你较冷静者，回归主题。今天的起因，今天的起因就是说我喊亏钱，但是你认为说我们有赚钱，我有赚钱，但是你不喜欢听到我们这些直播主说啊，我拢了钱，我拢了钱。你的意思是毋是安尼？你的艺术性就是这样。回归正传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对啊，啊，我刚刚库存表开出来，我3700卖1600的时候，那个你要怎么解释？我公司没有，来，我刚刚是不是直接不要用那种。来？我头段是不是直接伫线顶千几人直接开我的库存表出来？我公司也可以开给你看了。没有，我刚刚是直接开了，对不对？Hello，啊，我亏钱的部分你要怎么说？你怎么不讲话？等一下，因为我在回讯息。你说什么？请再说一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刚刚也当了1000多人面前开我们的库存，开我们的库存表，进价成本3700块，那我们直播上卖了3000块，卖了1688，为什么我还是卖出去？那你要听我讲哦。好，好啊，这样我说亏钱的时候，你还是认为我们直播主在胡乱啊？我跟你讲了哈，你说你亏钱有个东西，有一个电脑，有一个自己打的东西，那种表，说亏钱，说实话，我不信，我公司哦，我进价单给你看，竞价单给你看，我进价单给你看，可以吗？ 3年单的竞价单我进价单给你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 ，OK，竞价单给你看。很好证明的一件事情是，我们去厂商那边就知道了。哦，好啊，如果我们好 ，OK，我带你，我带你去认识厂商啦。啊，我现在问你一个点啦，来，咱回归正传嘛。来，你听我讲话嘛，你会当听我讲话无？拢较冷静诶。来，咱即摆若去厂商遐，若有法度证明讲我拢卖套哦，拢卖套。我伫你的面头前，咱大家直接拢一对一，直接来找厂商。啊，若万不一对出来，我真正了钱，你要安怎？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清白的交代？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如果今天你误会我说我，嘿，如果是这样，你要怎么做？我那有一个轻便法，今天我这样讲好了，好你找你的厂商，我找我的厂商。是，好，一起见价嘛，一起见价嘛。如果能证，听我说了，好，你找你的厂商嘛，因为是你的厂商嘛，我找我的厂商嘛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就算是我们4个人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证明你真的是亏钱吗？像你刚刚，那你要怎么办？那件的，我很简单，在你的直播我公开道歉。道歉，对。好，阿莎莉，你讲的，你讲的阿莎莉，水，安尼就好。好，安尼就好。我敢了钱，我就唔惊你，我敢了钱，我就唔惊你指教啦。嘿，OK。如果你赚钱，钱包包起来，从此不开。
如果我今天我这个东西拿出来，我赚钱了哦，我直播台直接包起来，我所有旗下拢关掉。来如果你叫我用我的直播生涯跟你赌嘛，如果你的厂商跟我的厂商贱价出来，我真的是亏钱的情况之下，你的炮军社团要不要直接关闭？要不要直接解散？直接解散，有法度无？你的选民全部拢给我解散，你敢有法度？我没有办法。为什么我要用我的直播跟你赌那个选民，对吧？来，过来，我敢走，你那唔敢？我敢啊，只是不是我做主而已啊。不是你做主。好 ，OK， 无要紧，好，无要紧。既然炮军唔是你做主的嘛，无要紧。你讲我若有趁钱，你要起来线顶会室的嘛，吼。对哦。你讲的哦。你讲的哦。这一句话是不是？你说的哈。我的厂商跟你的厂商。好 ，OK，太棒了。甲厂商咩啊？甲迄啥小帮手讲，今日卖遮的物件全部拢先卖价，拢卖价。吼我就会讲啊哦，那我遮的物件若有趁到钱，我直播直接包起来，我所有旗下直播台拢包起来，拢关起来。若无关起来，逐工互恁遮的选民乱到倒为止啦。我敢安尼讲啦。也倒不了啦，酸了那么久了。酸了那么久也倒不了啊，所以你为了酸而酸的嘛。不是，为什么很简单嘛？每天都有新客人，我刚刚有讲。每天都有新客人。新套路，每天都有新套路，每天都有新套路，阮拢是套路，所以阮咧了钱，甲人咧下计小的时候，阮咧艰苦的时阵，恁拢唔知嘛。我们约定都是2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礼拜一见嘛。好，礼拜一见。好，来，我们礼拜一见。然后我刚刚有说了嘛，我竞价成本3700嘛，对吧？刷电朋友，我有没有证明跟你们说我的竞价成本3700？如果我有赚钱的话，我直播台直接包起来。我有说来请录影啊，我有讲啊 ，OK。然后真浪底大哥，我会附上我的竞价进货单，一并带上去给你看。哎，那种纸的东西。纸的东西来，你看啊，你看，伊就是。我这很简单嘛。没有关系啊，我要跟你讲的是，来，你卖底下咧，你那咧袂清楚啊。我要跟你讲的点，你有要找你信任的人嘛，对吧？厂商就可以了嘛。你是不是有要找你信任的厂商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要找你信任的厂商？你也找你信任的，你也找你。我不用找我信任的厂商，我亏钱我知道，好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找你信任的厂商来建价，这样就够了。安尼会使无？我给我进货单，互你的厂商看，给你的厂商看啦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就安尼上紧啦。啊你若万不一，这有甲我误会，你起来阮的直播台，回去嘞，是露脸的，可以啊。可以吼，可以。有听到吼？你有听到哦？好 ，OK，可以啊。好，那那最后一个备来，我跟你说，建价的部分，明天可以先建价吗？啊， OK，等一下。我们一起礼拜一啦，好不好？一次搞定了。没有啦，建价的部分明天先建价啦，明天先建价，会使不？那你要来台北吗？我明天过去啊。好啊，我早上约嘛。嘿，你明天约你有认识水晶的厂商吗？有吗？你不用管我嘛。无啊，你凊彩找一个阿萨布鲁的，我要安怎？你找一个专业的吧。我能信任吗？那你找的我能信任吗？你的厂商我能信任吗？我的厂商规会规亿的咧进，不能信任吗？算啊，你找你的厂商要人家相信，人家找的你不信，那你不是很好笑？我直接带你去人家厂商，整个厂房几亿的这样，这样能信吗？那我找的地方也是啊。你找的地方也是嘛？好，OK， 安尼水，安尼是水啦。好，来，金丹心迄波起来，来拿过来，来，这一组我刚刚是我们送给金丹心的嘛，对哦，直接用上的嘛，
用上的嘛，来就问者，这探级嘛哈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明天去找你，因为不要耽误礼拜一人家的出货，好，明天找你，我会连同这8个东西顺便带上去找你 ，OK 吗？可以。可以哈，好啊，那会使你明仔载就爱回室内哦。安尼也无讲。哎呀，如果你的厂商跟我的厂商证明出来，这个东西确实它的价值不可能只有1000块，或者胡凯斌拿来用送的，不可能。那你要道歉吗？上直播台道歉 ，OK 哦。可以啊。哦，谢谢。好，安尼就好啊，重点有够啊。吼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有会室咧，我嘛无爱你开100啊，无爱互你了钱啊，都唔免啊。你若有会室咧，就好啊，唔免搁互你了钱啊，无意思啦。啊，要证明阮的情表。阮只是要证明阮家己尔，阮无要讲叫恁遮选民吼去了钱啦。你若要了钱，你去关慈济就好啊啦，你知无？你的问题的话，你也跟线上1000多个人道歉嘛。如果我欺骗大家的话，它的成本不是这个成本的话啦，也成本啦，那没这个成本啦，哦，那没这个成本啦，我直播台直接包起来啦，我唔免讲回去嘞，我直播台从此消失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了解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个明天见啦，哦，好，睡，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好，安尼免来见面啦。哎，安送水啦，安尼对啦，来，这拜比较出这拢袂当出货。来，拢先看去包。这全部拢甲我看出来，吼啊，无要紧啦。我咧讲，有理的人拢唔惊人徛，吼，确实了钱就了钱，唔免赚。成本3700用送的，阮加送无？金丹新大哥标6000，搁送伊一个啦。沙头的生意有人做，对啊，我这个成本3700，我卖3000而已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没上进。看我都邀请伊上镜了，我感觉爱叫伊上镜，你知道？哎呀，他不是要道歉吗？对啊，我确实我亏钱的东西我问心无愧啊，因为我昨天我拿我的直播台出来赌注，我说一句话，大家应该都有听到。我是咪讲一句话？我讲这个，如果我有赚到1块钱的话，这种物件。我哪有甲恁赚到1块啦？我是不是讲过一句话？我规个旗下所有的直播台拢包起来。我昨有讲这句话哦。有啊。我现在这摆敢开直播，为什么我现在敢开直播？因为确实嘛，咱都无赚钱，我立徛在我唔惊，所以我一抓路为中华搭车来到台北啊，我无惊啊，就是这个重点嘛。哦啊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就说不要上镜了，啊，我硬逼人家上镜，有一个问题，第一个叫做强制罪，第二个叫做肖像权。咱要叫人上镜进前，咱嘛爱知影法律，你知无？哎呀，就是这2个点啦。真浪底大哥，你有没有在看直播？在喊在。然后我们的见解的点就是这样，什么点？一共 iPhone 线啦 ，iPhone 线我们的进价成本可能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进价成本36块啦，37块这样啊，我卖49块啦，啊这样就是有赚钱啦，不是没赚钱啦，他的点就是这样。我说，哦，有叫你卖拐好不好？我说的意思是说，赚这10块一条线 iPhone 线我赚10块钱，咱就问者，一条电线赚10块。有法度怕收为营业开销吗？我跟他的点在这里不一样，我们这里没有共识，所以我跟他讲了之后，他就知道哦，他说的就是哦，卖一条线有赚10块啊，这样就是有赚啊，这样你敢说你没赚钱？你不能说你没赚啊，这样叫做特价。他的点是这样，你知无？哦，伊的点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所以。他的意思就是，这样要说有赚钱，袂当讲无赚钱。但是我甲讲，那以这10块啦，我们就一条线电线赚10块啦。以这10块来说啦，我要卖很多组，我才有办法维持我所有的营业开销。
对不？有赚啊，对啊，有赚，赚10块有赚，没有错嘛。对，那这一条线，我们假如以36块来说，假如嘛，爱卖偌济钱，爱卖1万条，才有法度维持所有的营业开销嘛，对不？安尼有了解无？然后，症结点就是手上的东西，这个有亏，其他都赚吗？不是。症结点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啊，症结点，我的点就很简单，他们所有酸民，所有酸民的点就是说，恁直播台就是一定拢冇赢，一定拢有赚钱，卖甲我骗讲你拢无赚钱啊，你有了解哦？可是站在我直播台，哦，站在我的点，我成本3700、3800，我一样敢3000就卖掉了，1688可以起来。1688加1，我嘛是料啊，我嘛是加卖，我的点在这里，立场不同，你听我讲的意思吧？来，然后对那个 L 大说薄利多销没有错，可是如果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一条线赚10块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假如说一条线只卖10块嘛，对吧？一条线赚10块啦。啊，来就问者，咱一个月内底，敢若卖100条线，安尼敢会赚钱？一个月，不要说一个月啦，一天啦，一天就卖100条线，赚1000块，请问这样有赚钱吗？有赚钱吗？你甲我讲者，我的店伫遮，我刚刚真让李大哥，哦，伊来甲阮见面的时阵，我甲我所有新竹物料、所有厂商汇钱。出账进账全部开资料给他看，来，真让李大哥来，我是不是有开给你看？你在你刷店讲一下不？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公司赚钱还亏钱？没关系，那个曾大哥，咱就是凭良心讲话，不要紧，哦，我全部公司的盈利开销全部都开给你看，一整个月下来，这样有赚钱还是亏钱？你告诉我。嘿，没关系啦。一整个月下来，我全部的资料全部都开给真让李大哥看哦。来，1688，哦，1688，对不？还是以后只卖线？那个赖真真哦，我回答你的问题。我刚刚开的资料是一整个月的资料给真让李大哥看，你听我讲意思哦。我开几个月的销给真让李大哥看。曾大哥都有看到我们公司所有的进项出项，包含我的营业开销什么，我全部都算给他听。来，曾大哥，这样从头到尾，你觉得赚钱还亏钱？没关系，啊，凭良心讲话就好啊。好，来，凭良心讲话就好啊。来，那个。以后你只卖线，我挺舞蹈。赖真真，我刚刚不是说了？哎，你要上来吗？可以吗？哎呀，来曾大哥伫家啦，那曾浪底大哥，哦，哎，那安尼咱的症结点，咱直接甲讲。我跟各位讲，哦，那一品的东西，我跟凯宾的认知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建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厂商也是不一样。哦，那你们在线上说要道歉，我也不知道说要道什么歉。那他也实在了，也给我看他们公司的管销。那或许真的是亏钱，但是我昨天在电话里面，你们如果有看回放的话，我很清楚的说，电线有没有赚钱？电线赚钱就不要说亏钱卖，我的点是在这边而已。那我昨天有答应100万，我们买线来回馈给你们粉丝，哦，40块一条啦。哦，就是安尼10条，但是10条400。我讲这曾大哥，你若安尼若有了着钱，我会希望你就买。啊，若无要紧，若袂去了着钱，我们说到做到，大家该支持的我们就会支持。哦，那人家有讲，有把他的公司资料给我看，我确实有给他看，我有看到了。哦，这个我也要跟炮军讲，我也没有在跟你们胡乱什么，那我真的是有看到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那线有没有赚钱？有赚钱，但是够不够他付管销？那我不予置评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那线有没有赚钱？有，可能就是薄利多销。哦，就像我昨天
我讲的麦香红茶的道理是一样，一瓶10块钱，在商品上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这个价钱，一定有利润嘛。那这个利润要拿来做什么？利润就是要拿来付管销嘛，付员工薪水、水电费等等之类的。那当然你有很多商品，那我也希望以后就加油，好不好？就是加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不是不敢露脸，我人也有来。好吧，我不是不敢露脸，人确实有来，我人一定来。但是整件事情，我整个月的，我不要说单一品项嘛，我整个月所有的品项营业开销，所有营业额进账什么新竹物流的资料，我有开给曾大哥看。那他看完之后，他也知道说我连薪水计算方式全部算给他听，他也知道说营业状况不是那么理想。对，这是确实的。有偌济话，我就讲偌济话。好，那就交给凯宾了。好，交给凯宾了。好，谢谢啦。哎呀，哦啊，他就是确实啊，也就开始有来哦啊，他也有上进了啊。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，艺品的认知，大家艺品的认知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价值也不一样啦。喜欢的人，一个艺品，一个钛金，10万也在买啦。不喜欢的人，1块钱他都懒得买啦。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刷+6，有道理不？开公司管销并不是只有单一产品，不要抓话术。对啊，哦，来，然后再来是重点，我比较想知道小王克兄那是什么碗糕啊？那是什么碗糕啊？哎，来，赚10元不甘愿，那就不要赚啦。我们没有不甘愿啊，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刷+1，就是开心嘛，对吧？欢喜啊！但是我的意思是讲量加不加遐，哦，量没有加到那里啊，被你们说到好像我赚了几千万一样，这样我会觉得很无奈啦。你听我讲的意思了？哎呀，来，然后对那个吴兆志大哥讲一条线赚10块啦，那只是毛利啦，不是实质获利，还有营业率，对，没有错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因为营业本身就是还有很多管销嘛，对吧？你看我都按算讲，我运费我头拄有开运费哦，迄曾大哥看嘛，光是运费就10几万了啦，你卖无够出啦，干那一张票拢落27万啦。我刚刚都有开给他看，一个品项都开给他看。好啊，我只是要跟你们讲，我这一台直播不是像别台这样拢冇赢的。我要跟您讲的点就是一个点尔，啊你们听得下去的就听嘛，因为我刚刚直接开给大家看嘛。0元起标的东西，我为什么0元起标，成本3000几块，花1000多块嘛卖，这是公信力的问题，你有了解不？我是要跟你讲说公信力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吴毅说淘宝1条9块可以进淘宝线啦、啊。来，吴毅，你进淘宝线，然后我跟你买，你给我保固，可以吗？我跟你下单，你给我保固。我卖电线，我卖出去，我对所有线上朋友是保固的呢。你有了解不？哎呀，来，然后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。哎呀，来，那可以问一下凯宾旗下直播主上个月薪水多少吗？每一个人领的都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每一个人领的拢无同款啦。啊，我只是要跟你讲，0元起标的物件原本就是有赚有了，无咧做沙库啦。这是我今日来上主要的目的，你知无？唔是讲我沙库啦一直站到尾啊。上尾一个人客着标啊！我无咧做迄种代志，我今日来证明的就是这个点尔，就是这简单啦。你有了解无？来，胖七哥鹦鹉又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呢，他没有怎么了。哎呀，来，艺品在于个人觉得它价值多少。好比一颗石头，有的人当宝，有的人当石头，没有错。艾伦哥，你讲了无唔对啦？哎呀，他们说胖鹦鹉是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他的事情我不知道啦。对啊，哦，然后叫胖鹦鹉上来讲不知道的人，大家赶快去报废看八卦。最低薪资24000吗？我跟你说，直播主不是24000不24000的问题，好不好？
你如果有想要做直播主，来我们公司面试，我会跟你报告。啊，你没有要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我免跟你报告要这，你知不？哎，凯宾，你现在还在台北吗？没有错，我还在台北。啊，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啦，价格合情啦，合理啦。哦，喜欢就买，不喜欢不要看，没有错啊。因为我今天来上主要的目的啊，我今天来到台北最主要的目的，要给你们见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信力，就是我们这一台，假如说成本1000块，100块得标，我嘛是照卖的意思，安尼你有了解不？了解打了解啦，所有朋友了解帮我打了解。